来看海军的民团舰有一个上兵，昨暝10点半趁这军舰出家人港的时阵，为甲板跳落海，那像是要逃兵。落尾伊受水到和平岛公园上岸，甲台船公司的保全特救兵。我们也积极的辅导他。那他其实平常表现的部分都还算正常，但是有一些个人一些一个小问题。那我们单位也积极在辅导他。那最近的话目前的实际状况我们要再看的，已经跟他做辅访，可能对他的未来的继续服役，他有一些需要再跟家里面跟单位再做沟通。海军表示，这个24岁姓欧的上兵有上船4吨外，讲有要搁继续做兵，爱搁和家属讨论。伊跳海了后，家己受水上岸，送病院检查，确定是无性命危险。啊，若有风声讲，这个上兵未惯系部队甲军舰的成果，无想要搁做兵啊。目前家人宪兵队甲军舰的人是正在调查原因，搁有这跳落海原因。